到这就装傻，锦囊。再重新放一次啊！啊，咋了？走了。啊？哦，你们在等那个床位吗？你等床位吗？等床位做手术啊？啊，已经住院了？不知道，还没介绍好。哦，好久那个呢？昨天又传了。哦，我打电话问秦老师，老师应该没回去。还有估计还要待段时间嘛？啊？还要待一段时间嘛？哦，对。还有今天下午打个飞机，明天知道。哦，那个手术应该比较快嘛，很简单嘛。明天知道。哦，好。那个有个网友要给你礼物，我到时候把钱转给你了啊。好。谢谢。没事，好，那我进去了哈。好，没事。他一直没有走啊，在这边做手术，那个胆结石嘛，好像是肾结石嘛，胆结石我不知道搞啊。反正那个手术应该简单，今天做10G了，应该要做手术。现在做手术太多了，要排队，所以说这个一直在增多。上次他妈妈做手术了，这次他爸爸做手术。
洗澡不是？哎呀，要背了吧？这洗澡啊。桑拿和那个朋友，那个我那个在室内嘛，多尔桑拿，那个拍背那个没看到过，哎，没有见过，哎，后面那个是罗尔桑拿，哎，有朋友啊，是不起徒弟，现在好多些徒弟出一个，我经常把那个那个徒我觉得8点10分送过来，因为8点半有点晚了。好，他卖啥号？麻烦了，那个时候有人，有个人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我们翻翻是哪个位置？去挑在汉室的时候噻，把汉室弄出来噻。这05的女孩子还没来，比较少，应该小罗还没来，杨秀儿。这走马出又回老家了，不是这个事，与陈翔那生日嘛，那次还是直接送去了。no
大家搞这个比赛，所以说你讲这哪么配的，这是不是？有点像，有点像，好像是，好像是。主要的也是，非常的难，而且本身他后面是配的，而且那是有点咋差点回忆回来了？就他是来的比较少，不是天天都来。不是天天都来的。热水的。那个网球做不嘛也没他来了。哦，又没来。前2天又没来了。这个歌有点好听。小罗开始跳了。就这人。
那个，有个性。那个有点个性，我说了，不是当时啊，机器人，我有以前新手，他来贴了嘛，没影响来贴了。邱子杰，他来了啊！是跳高啊，1.7米几。下去看。
对小朋友。今天女队员来的比较少，还有好久没来哟，没有这么热呀。终于来了一个新的。
大一水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不对，不对，不行。这都是在喝。啊？哦。在那边在区上跑了没？小仙女来了，哪个？明明和小仙女来了，你可以拍他们。那个小仙女是背包包白色那个小仙女。哦，那个，他在第二个的嘛。而且如果他以前给他前面那个前面那个是哪个？前面那个左边的是明明，右边的是小仙女。哦，玲玲。左边的是明明，右边的是小仙女。哦好，这是来给他拍一下。好。我的第二全部好拍呀，这里有人不收。
等一下嘛，等一下嘛。好。杨勇的那声响中，杨勇身上的那种战意。在出租车爬不来。他没来了嘛？他爬不来了。他们两个在那。在那个坐凳子上面的，是吧？怎么说呢？这送的哪个？是17的。8点50哦，好像9点钟就要结束，8点50了，差不多。哦，还能送嘛？那点送嘛。等一下啊，那个，我等一下我看一下17在不在。17刚才我菜单我看到了，菜单进来。等一下哦，不要打字，你在不在？菜进来了，看了进来了的。进了吗？哎，他刚才出去休息好了，进来了。稍等一下，好，我要在一起。哦，在这儿。啊，来，那个是这个。哪个？是等一下那个我知道这个。哪个？
哪个？这个，现在给他一回啊？哎，对，现在。就是他嘛，就是他嘛。啊，对对，好，好，谢谢啊。这老高教授的？啊，老贵教授的。这个韩国朋友，他放到外面去应该是。我在哪里也要叫那兄弟姐姐是哪个？马上我是那个苏州，我在哪里也见不得呀，我在哪里也见不得呀。上结果讲到那距离，大路路在天天上里，大安都有一辆车的，讲到就天就得巴黎，说得巴苏里。就之前17是不收那些东西，因为他觉得钱太多了。来的人太少了，才7个队员。这个些来了，团队才来3、4个人，全部都回家去了。老师稍微远一点哈，老师稍微远一点，不要离那么近。你别堵在前面嘛。
刚才这个歌叫什么名字呀？啊，刚才这个歌段叫什么名字？我一下，哎呀，还有熟悉的，就像名字其实都知道的，还想不起来了。还喊你跑，那两个他们拍不到啊。我看他们也是那样跳的。先这样，第二段开始，第二段开始。你好，你们两个会在前面来嘛？就是芒果哈，你们到前面来，不会跳啊？小李天吧？不是那个芒果的朋友，嗯，芒果的朋友，没事。这个叫林里，一个叫啥？无声心酸，它的后面我们拍不到。还是会跳，怎么可能不会跳嘛？要跳多好嘛？是清空咱们了，街道是热热不起，没得就我妈的人。
个这。后面两位，那个什么单八的嘛是另外的。这个来吧，测这个吧，9分钟，11分钟，真的跳吗？看我一下租这个11分钟做。这个他们应该会跳。后面有两个没来，第二排，他们是那个是他其他地方来的。那两个新来的。和芒果他们来的，他们有些不会跳，这个会跳噻，这个都会跳。他们可能那些我怕，他们是熟悉。
知道。后面那两个哦，对，不认识。我这少一个，还好大一个。哦，不认识。 哎，你认识大哈达那个地方的吗？不知道，干什么？哦，外面换其他团队的。都不认识松哈达的，好像是甘孜州的一个团队的，不知道是哪个团队，反正是过来交流的。
刘总今天可以没休息过，你来了之后还可以没去喝过水。我说你今天体力还可以，还没去喝过水。你画那个，我呢画在哪儿？我要走。这儿，这儿。过来。走。你看。这个，热不热？那就喝水啊。啊？喝不喝？看我那个上面有那个。什么呀？还没说那个贴的东西上面。里面不瓦你做手术是明天做吗？明天不知道，明天他检查，今天下午4点钟检那个打个 CT。哦，他这是要排队嘎。什么情况？明天说了。哦，明天再决定嘎。应该你那个应该是手术应该不大嘎。不大，小手术。哦，他说要做好长时间吧？对。要做到这个手术做多久？那个肾一个肾那个是有一点水出了，所以结束那个从肝子。哦，就是肾结石吗？对，肾结石啊。哦。还有一个石头一点有了，石头药，但做手术就是那小的。先练一下。怎么跳着不跳了？没练好，还没摸。我练一下。谢谢。快点！好久没看见你。没有关系，长得就不行。没事，抱歉，去。但我们不存在。先练一下。哦。初一我们是初二。好热哦，今天晚上。昨天晚上一样Jamie Chong
哎呦，好小啊，这个声音。没事，给我就是。完了，完了。这个觉得。他们两个，他们在前头还在2天。哦，撇都撇不到，他们两个人在后面也不去了。他们2天过来。有些嘎巴牙猪跳的可以，其他的跳的不咋样，他说不熟悉。主要是他们跳的要老一点。跳脑壳。他说好像他们是哪里？甘巴嘎。甘巴那边停了。他对了是停了的。啊。风大了。咋可能风大？跟天气关系啊。那边如果停了的话，刚你想嘛，刚停要是可能停。就是。就是他们几个有可能不停。其实丹巴那边很凉快。对，金顶堂，对的，马塘嘛。对 ，yes， 金顶堂。那个汤有点贵哦，吃一点点就几块，10块就不在了。我不知道现在多少钱一斤，他以前我经常买。这个音质不好，感觉嘎。打不打扮的无所谓，有回去编，反正要配配，我们从不配，有那个，
不需要配音，原声啊，有话筒啊，是吧？效果已经很好了，你要单独配个话筒就可以，配话筒就不需要配音。你收音效果太好了，收音。我的直播。是开多飞起了。你的音质更差一些。重新找一个嘛，找个版本。放哪里？对，就放音响旁边嘛。放音响旁边就是。工作做多了，一散场就结束了。因为知道散场9点钟就结束了吧，所以好多都能够坚持到下来都是，味道很熟悉的，每个人都基本认识。李和老李又没来，对。徐峥在老家了嘛？徐峥在老家。又错了，跟上。小胖叫名字我不知道，只是叫小胖。草根小胖。草根小胖。不知道多少岁，反正那边刚刚修生小14岁，14
14岁。没人了，都走了。走了。啊！我嘛，小南部那些，马上还有小场。所以这儿叫团队，他龙秀叫团队。对。这叫草根小汤，年纪没问，反正有点小，吃外卖的，跟他装扮点美团的。粉丝啊，看不出来粉丝，他在下面是粉丝。没有抖音。你就是没有粉丝那种在线的人是多少就是对啊。人家跑的外卖才到。你没有这个跳3兄弟，一个当然我还有那个什么，我没加过儿子吧？叫啥？江阳旺母儿，江阳旺母嘛，江阳旺母他没个儿嘛，江阳旺母是吧？他抖音上加了个儿子嘛，是不是？江二母啊，他抖音上叫江阳旺母儿，是吧？因为他肯定跟我一条传到3兄弟嘛，或者是其他的，你手腕很多，以前跳，你让每天都跳。可以啊。然后这个小孩是10区的。这个发了，青梅竹马的，就是谁在跳啊？
到上了。哇塞，杨局长不生育。哎，今天小罗咋这么安静了？他等会儿单独跳嘛？啊？他单独跳嘛？火锅味道，人的味道，全是火锅味。各位好，欢迎如约守候。我觉得好谦虚啊！我消耗在我背后。我想这手机都没啥贴了，手机都没拍了。
大好像还没长起来。下次你要的。全是火锅味，火锅味道。新鲜的。对啊，还没新鲜，还得煮才新鲜。这边容易早点一点。
我要准备走了。妈，这个时间了，10:20了。准备完了。就是这个版本太多了，2、3个版本都有。